天气上热咯，新竹县的宝山乡今仔专工伫乡公所举办社会表的活动，后边就会当一边吹冷气一边运动，佮邀请会表教练来指导，咱做伙来看卖。日头赤炎炎，民众行伫路里，免偌久时间，就大力汗、细力汗，更加免讲是要踮热天运动。新竹县宝山乡拜六举办专门社会表活动，互民众免惊外口的烧热天气，踮室内买当运动。夏天太热，如果要去运动室外运动，可能又要等傍晚一点会比较好啊。刚好早上有这个活动，就是在室内。天气很热，然后就想要进来避暑一下，然后刚好是第一次射飞镖，有这个活动，就想来参加一下。根据中华民国飞镖总会统计，目前全台湾飞镖运动人口约3万人，随天气愈来愈热，有不少人会选择留踮室内运动。教练嘛，趁机会教民众射飞镖的秘诀。镖的话，要是拿前面一点，不要拿在后面。后面的话，你射出去的时候会掉。好，拿前面是最稳的，然后轻轻打就好。然后，通常是你看你的姿势是打右手还是左手？右手的话是右脚在前面，那个左脚在后面。在这个暑期期间，也办理了非常多的这一个暑假的活动跟营队，那都在我们的室内我们都有冷气，那同时有借由运动，然后我们也导入我们的客语客家话，让孩童们能够学习传承我们的客家话。乡长指出，这是第一摆踮乡公所举办飞镖活动，未来会继续推广适合室内的多元运动，互民众免拍日买当做运动。记者杜君豪，新竹报道。